好的，那懂吗？这两个就差那么久呢。首先呢，要问候透过网络是叫那个的，准备的观准备看的是啊。所有僧团，那这呃，些这所有的僧众尊吗？咱们说到这面的啊，所谓这缺少方嘛，对还吧？有在全世界各地的法友们，那啥，怎么去原因？首先问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那说打点的，对了呀，当然最后来学的是那对了呀，告诉我的了呀，那么今天继续，主要那么我准备继续的，但这个是告诉我的。继续对了呀，打我卡们春季课这个我程，被少见的也就是是，世事法50诵的内容。你们三个是到不下依照对了吧？宗喀巴大师的三个是科判，到不下对了呀，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其中第二个部分，到对面了嘛，事师是，如佛。在这嗯，里，你们三个是到不首先，下对了呀，那是一个要切背呢，这这个里又我一分为两个个部分，我告诉我了，事事有的如佛的正义主要内容，还有第二个遮止对上师、影子等等的不打恭敬。三个是到的吃的单的人，那这这个是你知道，出的事事如佛的颂文，花边如是他的求法者，他这个是具戒忍没打功德，没打不虚过是吧？诳于师，当打点获看上去金可能是没刚智。虚实的，但是呢，讲这的昨讲，天呢，那么我准备基本上是讲过了这个颂讲这文，但第三是还没有能够结这学合这个的对吧？印度注好在释这段讲来为各位讲解。主要没所以学的，今天康不眼的呀，呃，首先会讲就这个这个事事如佛的这个颂文呢，呢，简略的结合这样说。印度注释的意趣然后来做一个说明。他讲这广播的讲呢嘛，学有女生呢，所以我们看一下呢，印度的注解对于这个对呀，颂文的解释。台湾台湾是嗯，啊，这个吃的个，里面有一个俺们词呢这个是讲的，事故，呃，呃，对，在宋朝的日那全法师是要的切背呢，翻译是如俺是等等，印度这个人说的这个词汇它所印度表示说的呢，俺确实呢，的理由是什么呢？光都写噻，就是因为这里供养上师光都能够写噻，获得这殊胜的背写了，成就，所以俺呢，弟子应当老马如此啥的这样个，去做事故就前面说过了。全眼睛给狗哦，然后接着弟子俺呢应该就老怎么做的老百姓部分，看啥弟子都要。子它指的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叫这里翻译叫求法者它主要是指听闻的人，或者说修学佛法的人。接着，注解中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弟子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他需要是怎么样的一个弟子首先，第一个是悲心，在宋朝的翻译里面没有这个悲但是在近代的一个翻译里面有一个叫悲，所以悲心就是一种慈悯之心它分为3种：缘众生的、缘法的，还有无缘的大悲心有这3种悲心。再来第二个呢是布施的施那这也是在这个日称的翻译里面没有。那这里的布施就是一种施舍的意思，它主要分为3种：法布施，还有财物的布施，还有第三个是无畏的布施。有这样的3种，所以这是印度注解当中有这样子介绍。再一个呢，就是对于戒律的戒字，它主要是分为3种，就是律仪戒、摄众生戒，还有对不起，摄善法戒，还有就是饶益一切有情戒这3种。再来是忍辱的忍它主要是有3种啊、安受苦忍、耐怨害忍啊、等等，有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思则法忍有着无生法忍等等。所以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功德的德或者说功德。
那他的意思是透过了增长，还有透过休息而能够成就。那具足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富有他这里有提到富有，那也就是代表说具足悲心、布施、戒律、忍辱等等的功德。接着呢，颂文中还有一个词汇叫做别义，或者说个别这是在近代的翻译才有这个词它指的就是不是一体就是有个别相异。不呢是一个否定词这里就是说不应观为有别义这是一个翻译是这样用的。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为为字就表示一种决定、一个限定的意思。那么应做是指应当实行。那么再来呢，这里的当获金刚智这里用了师这个字师，所以现在在讲上师。那么在梵文原典中，它就是用拉玛这个词那它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伪范师。接着还有一个字叫做金刚它另外一个翻译出来就是金刚持，它指的就是金刚萨埵。总之呢，这一段颂文在说的大意是什么？就是说，具有悲心等等功德，而且是希求能够成就的这样的弟子，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甚至是在梦中，也不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觉得上师是一回事，金刚持是另一回事，这两个是相异的，不应该要这么去想，不能够有这样的观念。那么弟子应该要如何思维呢？应该要这样子想上师就是金刚持，那金刚持就是上师。所以也就是不应观为有别义这个近代这个翻译是比较清楚的。这里翻译成不虚诳于师等等。同样呢，在解释完这一段最后还引用了一个经文：彼即恒常金刚持，如来宝髻亦如亦是彼，彼为智慧大海洋，赐予大义如意宝。那这一段内容应该是出自《幻化网经》。总之呢，就是我们看到世事法无实颂的印度注释里面是这样做了，对于这个颂文做了这样的解释。那所以就不多念了。总的来说呢，就是这段颂文等等这些内容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将上师视为佛陀。在大小乘就是说佛法的总体上来看，或者说在密宗里面，尤其是在达波噶举派的传承中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之前我们也引据了很多的显称的或者律典里面，我们引用了很多的经典来说明这样的观念。那还有我们在之前课堂中也引用了很多密宗的密序里面的内容来说明，尤其在达波噶举派的传承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很多祖师的传记或教言当中，也不断的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视上师如佛的重要性。例如这个第八世法王噶玛巴他在著作《百段教言》当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噶举派的传承之所以中断，是因为没有真武的上师与不合适的弟子相遇了，所以导致呢弟子未能将上师视为佛陀所致。所以这一段呢是第八世法王在说，他说噶举派传承如果中断，或者之所以中断，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
当这种没有证物的上师跟不是法器的，或者说不合适的弟子相遇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就会导致弟子他不会视上师如佛。同样呢，因为上师也不具备证物，所以他也不具备这个能够让弟子视他如佛的这样的功德。所以这里就提到啊，这就是高举派的传承之所以中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对，很重要的就是上师是要是具有证悟的上师，然后合适的弟子，安为法器的弟子，主要就是指说要有信心的弟子，要有虔诚恭敬的弟子，他能够将上师视为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弟子，因为有这样的观念，他就能够具备得到加持，有了加持就能够升起正悟，而这个弟子升起正悟的话，那么高举派的传承就能够延续下去，就不会中断。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教言呢是很重要的，也请大家铭记在心中。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颂文哦，它是就是事师如佛里面的呃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于上师的影子等等，也要等等不恭敬哦，也是要遮止的。这是颂文入足踏石影，获罪如破塔，渔床作资具，其目罪过足。我们首先呢看一下印度注解是怎么说的。这里提到塔哦，塔呢等等这个句子哦，那这一段头两句主要是借由解释上师的伟大性哦，或者说殊胜性来调伏弟子，所以这是这几句的意思哦。那接着每一个字词来讲，塔呢就是说佛塔。有的时候，这个塔呢，它可以指的就是身口意的所依，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塔呢，它特别指的是身口意里面的意的这个所依哦，就是说它本身就是身口意的所依，或者有的时候它特别是指身口意里面的意的这个所依。接着这里有提到说破塔，就说如果见他上师的影子，就这个罪过就像是破坏塔是一样的。这个破坏塔的意思是说彻底毁坏、完全摧毁的意思。那么有人说彻底毁坏、摧毁一个佛塔，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罪业，所以就会果报就是会升起恐惧和很多的痛苦。所以说呢，可谓等同坏塔罪哦，或者说日称的翻译是获罪如破塔。那么这里的接着说影子是什么呢？影子，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倒影哦，或者就是影子嘛，就这个意思。那么接着说不应践踏，或者说这里日称的翻译是足踏，就是指不要越过，不要践踏，踩在上面。接着说，不只是不要践踏上师的影子，而且也不应该要践踏上师鞋子、垫子或者车肾等等哦。那这里的首先是鞋哦，那么它指的就是脚上穿的，不管是鞋子也好，或者是拖鞋也好等等哦。然后再来有提到就是鞋之后是还有垫，垫呢指的是各种的这个坐垫，上师的坐垫，还有再来一个是肾哦，
啥个呢？那样讲啊，鼓励讲啊，没卡写给，就是我们在印度到现在写有时候也会看到，写那对吧？就是说几个人抬的，像是这样的，密西西亚讲，记住，明年4个人会抬的，像是轿子啊等等这这样子破啥的的破，选拔赛的根本的呀，以及大浪不起来说的破的肾哦。意思嘛，看到那么选拔的，确实的做没加呀，当然是大了说过来过去我们大顶上玩的设备呢，那么给批注的的来过去我们。那所以现代来说，也可以指的就是可能上市的车子啊，或者交通工具哦，等等都可以代表。等等呢，还包括了像上市的衣服啊，或者上市的用品啊等等。所以这里哦，主要就是说，对于上市的鞋子也好，它的坐垫也好，那么或者肾哦等等这些啊，都不能够践踏。那在藏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词叫做“何须说”，就更不用说了。意思就是说，上师的影子都不应该践踏了啊，况复更所不应踏。那况复何须说呢？就是其他的东西也不要去践踏。那么针对这个颂文，我们看一下宗喀巴大师的注解哦。那么这个颂文其实不难理解。那宗喀巴大师解释到，破坏佛塔，被认为是这个五无间罪的尽罪。也就是说是近五无间罪哦。那么，因为它很接近到了这个五无间罪了，所以叫近无间罪。所以这里宋文提到，就是说如果践踏上师的影子，也会有同等的这个罪过。因此，因为惧怕这样的罪过，所以连上师的影子都不应该践踏。那更何况上师的鞋子等等这些事物哦，更是不应该随意的践踏。这里接着引用到《幻化往序》哦，第1分中说，不应践踏其影子，此说如同破坏佛塔。所以这在序典当中，宗喀巴大师引用这一段哦，就说践踏上师的影子，就像是破坏佛塔的罪业是一样的。同样还说了金刚心庄严、金刚空行，还有四座序哦，也提到里面有同样的说法。还有这些过失的危害哦，在密集金刚序当中也提到，若有愚痴者践踏上师的不只是影子啊，这里说伞啊，还有他的鞋子啊、坐垫，还有甚至枕头，那么他会有很多的过失的。这里引用了很多，我们就不多说了。但这里呢，提到了一个特别开许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说你不得不践踏到上师的影子或者他用的东西的时候，这里可以看《律经》里面有在这个有关住处品里面有提到，就是譬如为了三宝。而这个扫地、打扫等等的话是可以的。那一般来说，比如说佛塔等等，我们是不能够随意的跨过去的，或者是不可能够随意爬上去的。但是为了要清净、清洁哦，这个像是佛塔呀，还有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么是可以跨过去的。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就是应该要诵持这个经典的偈颂哦，然后再跨过去，或者是践踏过去。那么密续传统中哦，要怎么样处理这样的特殊的情况呢？在三昧耶戒释当中也有提到的。那这个我们在之后内容中会讲解。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不得不践踏到
这些殊胜的圣物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怎么做？但其他的地伢哪连大点的用的多便宜呢？在藏地的确有人在这么去做的哦，便宜呀，就是依照这样的律典或但是者这他们都些是那个经典中所说的去做。比如说过了点多了在就啥呢？那西藏呢，前年很多老出了太太们他们点啥的会绕大切些，绕塔，那所以他们就两边的说，呗，是为了不是避免踩不切？到这个你佛塔的买到的，踏在佛塔上也确佛塔的实也不影子，意思嘞，所以他们确实也到会那或者小心的你切了，避开佛塔的切了椅子看到影子。当然去。那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法的这种恭敬哦，这个的还有就咋子是评比呢？对于那因果的这些那给给我重视。嘛的这些，然所以后其实他们虽然也可以上师想说，那里啊，给先不只是提出来，画过影子，没我偏关系嘛。说的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小的对不对？恶，没有这边注意，我是所这个边以或者说不要的，随意了、随便了，根本的呀，慢慢的他就这个大的恶，我们也会觉得就多是随便吧。那什么样，我们没些啥的，但他就多是那边的呀，所以手机给他这个颂文里面，古巴清不提到的是说，不不写不应见写写的，他上师的影子，但我们那就么我们咁啥的，咱们这个准备对比结巴都强的不是了了。代表很恭敬的意思。这么大的，可对那这么大的话都刚刚打但有的对了，时候，打说了哇，你说准备对随时比结巴啥没事都的，要在那。了哇，准备对比结巴啥的，那么三个月个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会上面了，变成一个你很难真正一直实践的都想一个想准备对比行持，结巴要嘛的事情，送个了吧，所以呢，就没那因为不然你就变得你随时都要很小心注意啊，跟在上身边，他的影子在哪，不可以踩到的话也不行。所以，咱那来打土洋面吧，佛经中也有提到都土洋说，面为给呢，呃，这个听听的，有时候佛陀是开土嘛的始的，是是咱们慈悲的，上面你都就是说，没得嘞，现在没了呀。有的时候这些但是情况是可以咱土洋还是开许的，送了吧？就是说他不会造那你成弟子上面那边无谓的这可对种辛苦。如果嘛没事啥的做的两家了所以去，这里的但我颂文出门讲到我们没这一句，啥的就打上其实去要重点，了嘛。一呢当然一个重点一个做的对是说，比看到点了亏些不对比跨写写，不能他那出门随跨到便呢，我上师俩的影子，掏损钱了嘛，但是这几个更重要一个重点是在告是的，诉我们，对于上师的一那么嘞，种恭敬心哦，是不是在这种小事上，我们都是要特别对的呀？那的注意，更何这种就况说是写的，其他的事那就情，我们对不起的更是要特事情。别具备恭敬的，它是这样一个意思。那说大家的木头的学下来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咱到就装个下面子前面，的内容。啥子的前面呢？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宗喀巴大师他的科判，就说这部分我们讲到的就是如何对于上师修持恭敬哦。他这里分为8个部分来讨论的，所以有8个，一个是献供讲过了，事事如佛刚刚讲了，第3个是如教奉行，然后再来第4、第5还有很多哦。首先献供事事如佛，我们讲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讲到如教奉行，或者说按照上师的教导去做。大家主要那是来呢，他的天道红度大，那么三个是，那么三个都不起，当我三个们讲完都不起，前一个就是三个事事如都做了佛了不起。这样的观念之后，日记里啊，做一个大，什么当时没接受，也就是我但是你干了们也出就是相信上师是佛。那各种接下来要做的出来的，就是要依别嘛照上师的到的的，教导这么这个去那么三实践。个大啥的呀？如果我们不这么他做的话，就会变成只是的，是说说而已哦，这个在了点了，他空谈了，前面干住个啥其实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的。所以依教奉行了，就紧接在事事如佛之后，它是很重要的。他那边干住个啥的，呃，这个古巴那清比依照这里宗喀巴大上面写师注的，释的这个科判啊，这个那边干住个啥的没去，所以这就但是是到底跟人中叫诶，做如教你奉行。把他的人入的那《大乘庄严经论》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有啥子，4个亲近但是善知识的方式，一个是恭敬，再来供养，第3是承事，第越过了4个是清明的吧，修行实践。所以如反正果把那些土也没得，这句话呢应用到我们世事法五十这些颂的话，俺都干住不起，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就是如何谁以给的，修行之道，或者谁说贴了他们修行实家了，践的方式俺那来亲近人家过善知识。去贴了土也没得。换句话说，这个颂文它指的那这样是世事法五十颂，年来了，称它叫如教奉行。嘛是按照《大乘庄严经论》里面来讲，这是第4个以修行之道来亲近那边善知识干的的方法。还得年，如果这个一到颂文是若师所没有教诲，贴了，这个欢喜当受听，自己或不能，但则善言是咱干住起白。个点了，学了个你用的话，它有你2个这个颂文的，点了学了个堂我都没得。这是其中第1个颂文。
那这些投影出来的是这个颂文里面的用词的一些对照表。同样，我们先看一下印度注解怎么说这个颂文。这个印度注解就是释师法的释难的部分，就是这样一部印度典籍，释师释难。这里提到一个词第一个是大觉会同样就刚刚投影出来的宋朝日称的翻译里面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词。那总之这里叫大觉会它指的就是智慧广大无碍的意思。再来呢，日称里面翻译叫做欢喜，那么另外一个叫欢心它指的就是弟子心中非常的欢喜开心。接着呢，师所教诲，或者说上师命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叫就是上师命，就是上师的开示教诲。若师所教诲，它指的就是规范师的这个教诲，或者说开示的这个意思。也就是上师告诉弟子的各种的教言，各种的开示，或者他对于弟子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些都包含在这个里面。再来精勤或者说这里叫做，宋朝是没有这个用词。总之，精勤就是说他很希求精进的希求这个福德。听受呢是指受听或者听受，就是指实践。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就是说，对于上师所说的一切都应该欢喜的听受，也就是去实践。再一个词叫做不能，我自己或不能则善言起白所以说不能就是说无法承担的话，或者说自己做不到无法忍受都是所谓的不能的意思。然后再来一个字叫做起白，就是说要禀告。那再来齐呢，是指对上师的意思就是对于上师。同样宋朝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空格，是没有这个字的。好，再来如理那如理这也是近代的翻译里面有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要以实行的这种比喻和能力。若呢是表示特别的意思，无力能就是不能忍受。总之，好，这个颂文它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按照印度的注解来看这里说的是上师所说的任何内容，如果能够忍受，就是说如果能够承担得了，弟子就应该要努力的去实践。如果呢没有办法做到，或者说没有办法承担的话，或者说呢，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而没有办法执行的话，那这个时候弟子他因为畏惧这样做会有不善业，就是说畏惧什么？如果就说就没有任何道理，没有不说任何事就不去做的话，那这样就会变成一种不善业所以弟子因为畏惧这样子不说一声就什么都不做不去承担，不去做，这样是一种不善业。所以呢，他就应该要很清楚的说明他的理由，所以就善言起白，就说自己或不能就要善言起白，就说我没有能力做这件事，要如实的禀告上师，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宗喀巴大师的注解同样第一个句子里面的词汇就是大觉会，它指的是谁呢？就是智慧广大的弟子。弟子应该怎么做呢？应该要对于上师的这些命令
也就是教诲，很努力的听 대야 야受，而 민도에서 且去实践。 베나 개벽가로 呃，땅미나 而且不 다 是 소소를 때 둘레 勉 맵이네 强 다 去做， 개벽가 땅 不是 다들 说像是王 민도를 法的 좀 这种 든든지게 强迫逼 뭐 迫之下 왕실 而 좀 做， 대비해서 쳐들어봐 所以呢， 든든 많이 봐 아니 不是那个样子，而是 베나 要 가신도 带着非 로레신 常欢喜、 부레스 愉悦的心去做。 로레신 부 가슴 기사리 所以这就是第 워낙 一句叫做欢喜 라메 当听 장수만 受， 삼지 欢喜当受听了 루브레스 意思。 라비나 다들 那么，저와비 계신 분 라메 是不是应 가신 该 단체 要执 루브레스 行 라비나 去实践上师的所有命令呢？ 다텔라야 최단 덴베 这是蛮重要的一个问 다텔라 题哦。宗喀巴大 최단 师提到的， 계획이 他解释到说，即使是 최단 就 계획이 算是合 까이나다 乎佛法的这个命令， 이나 如果自己无论如 최단 何也做不 덴베기 到， 까서머 那么 최단 튠베기 까이네 삼삼 소수기 답에 배수 간대지 쉐베이나 루 那么那 마토소 有的时候 드르바 不用说那些首 다들 先不 용거 合乎佛法的命令，我们是不要去做。 다텔라야 就算是 아니 合乎佛法的命令， 루 但结果 모두기 自己 로베기 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다테 话， 측이 那么 시장한테 측이 对于这些无 다제 法做到的 아니 这些上师的 라마야 教言 슈와셰베이나 或者说命令， 아니 那么就可 개발 以，就必须要很好的去禀告上师，说清楚。如果这样做的话，不实践不执行也是没有任何过失的。 아 대참도 만세베게 베나 리보다 데메고노 두버 니바 민바라 미리바 최 미댕기 고아이네 나르다 세장세는 베나 최다 튠바디조다 근데 이네 최다 튠바디조 那所 소소 以 루토고 미야베 这是合乎佛 최다 法的 튠베게 任何的这 다텔라 些指 나오이 示， 뭐냐 아니 或者说教言， 공도 슈바는시 소소에 自 바로 己做不到也要禀 제 告清楚，然 아니 后就不做是不会有 대야 过患的。 바다데 那如果那件事情本身是不合理、不符合佛法的一个命令啊，也应该要这里像这里所说的解释清楚，然后不要去执行。就像是吉祥一切密布，总仪轨庄严经啊。总之，讲吧讲吧，他就解释到说这句话蛮重要的。那我们在首先丹珠尔当中呢，有提到很多关于这个堕罪的很多的解释，这是过去印度论师所写的。还有第30个摩巴让整多节，他也写了关于很多这些堕罪的内容。他当时呢引用的很多就是这位长巴扎巴这位大师的内容。那总之这个论点，吉祥一切密布总仪轨庄严，这是长巴扎巴他所写的一部论点。总之这里面有一段话很重要。这里呢，总之呢，丹珠尔里面的原文的字，这句话跟这里，因为我们是直接在讲宗喀巴大师的注解，它的用词呢里面有一点点不同。但无论如何，主要这句话是说，对于不善业的相关言语，求原谅后，应该要保持停舍心哦，就是保持一个就不去做就这样子。同时呢，在这个律经当中戒律当中也有提到，说非法之时呢，应予制止。然后再来宝云经中有提到，对于善法随顺而行，对于不善不随顺而行。所以呢，如果被强制要求，比如说上师强制要求做一些事，像是违背了3种律仪的不正确的行为的话，你是不要遵从的。但是呢，也不能因此就不信任或者说批评上师等等。所以以上呢，这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注解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接着是第2个颂文。由依止施故，所作皆成就，现乐极升天，何敢违其命？
我们首先看一下 Tala 是印度注解，lame sa la so lama le sa de ge 所 pendo 以 se 由 de 一 chi 指 de 施故哦等等这些句子呢，sa de ge ne 它 su 主 su 要说 gi 明了就 le me 是 be ngu 当 ju 我 ya 们 ba 侍奉取 ngu ju 悦，ka yin ba de 让上师欢喜的各种的 ta 利 ngu ju 益。de la ya ane number ni yo la so chi 那 de be ngu 所以 ju 上 ya 师 chi 就 de 是 be de 指 be 规范师哦。所以接着说所做皆成就啊，chi de be 会 ngu 得 ju 到各 si la 种的 sa 悉地，各 si 种 la 的 de 成 la 就。re ji da 那 mi 悉 ni 地 ge 呢，ta ba chu ba la so ba de be ge ngu ju 也就是获得的成就呢，chi de be ngu 主要分为两种，有世间跟出世间。ta 那 de 世 de 间的成就 ji de be悉地 ngu 是 la 什么 so ba 呢？de zo 像是有得 chi de 到，be ngu ju 像 sa 是有 de 见、眼 ora 药、di ngu ju脚 so 油 ta ba 啊 yin na 等等这些 ane 世间的 so 成就。 sange ko ma to ya ta ba to ya de de ge pen do yong yo ba yin na ya da so so 但 shen 这 la me 些 be ge chi 世 nuba 间 chi ma 的 to ya 成就哦，ka ro 它 je 并没有 super 办法 power 帮 de 助我 shi 们 so ma 达 to ya 到 kin 这 san 个 de 解 so chi 脱，in ji ge super power de 但 super 是 power 呢，de shi 它会帮助我们有一些世间的特殊的能力，一种 pen super me power。sa de zhuba yin na ane ming me de chu bu yin na ma sao da yo sao de de 譬如 de de 说，有一 ser 种 be na ser 眼药，如果 ser ge de ko 涂在 ngu ju 眼 ko 上的 de 话，zo tung ge 它就能够看到地底下有什么样的财宝等等。但现在已经听不到有这样的东西了。但现在已经有很多各种科学仪器，我可以看到很多地理的东西了，所以不需要去特别修炼这种眼药水，可以涂在眼上。然后再来一种脚上涂的油哦，也是可以透过修持而特别去修成的。就是这个油如果修成之后涂在脚上，你可以这个走的跑的比这个马还快啊。但这个现在应该没有太多用处了，因为现在有车有船，但过去来讲啊，这个可能是到哪里啊，都必须要这个，比如说要徒步行走，或者说骑着马吧，并没有太多现代这种交通工具，所以呢，有了脚油啊这样子的特殊的成就也是很有用的。还有还有一个可以修炼可以隐身的方式，这个到现在可能还是有些用处的。比如说，现在科学家也在做一些研究，当你穿上了某些衣服，你就能够让别人看不到你，等等。所以这种东西可能还有些用吧。比如说，如果有人想要去藏地的话，那么你可能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种实践洗涤的方式，就去也没有人知道。所以这里指的就是一些特殊的能力哦，这就是所谓的世间成就。但这些并没有办法让你得到成就，就或者解脱，我当然不可能成佛。那所谓的出世间的成就悉地，指的就是获得三种菩提。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说，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成就呢？就是因为一直上师，而且能够视上师如佛，上师就是如同佛陀一般，所以呢，这些悉地都是真实可以得到的。接着是“师”这个字哦，投影出来，你可以看到“师”这个字。然后接着是提到增上身哦，或者说叫升天，它指的就是天，就是指天界哦，那包括了欲界啊、色界、无色界等等。像欲界来说的话，当然有天界跟这个飞天等等哦。
所以总之，欲界里面呢，像是它有这个四大洲哦，所以它也包含了一些天人的。但总之呢，欲界有六欲天啊，色界有四禅天，像无色界有四无色定等等，无色界天等等。所以这里提到说，能够投身到这些天界哦，也都是因为上师是法的这样一个本质。所以这是印度注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所谓的上师是法的本质，那这里的法的本质意思就是指说，能够投身到天界，主要就是因为累积了善业，也是也符合这样的因果，所以是善法而得，所以这里就是法的本质，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接着是现乐哦，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叫安乐，就是一指上师能够得到这个安乐或者得到乐。那这里的乐呢，也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现乐，就是说世间的今生的快乐，还有就是出世间的快乐，有这两种。那世间的快乐、现世的快乐，这里举了例子，比如说像王位的这种快乐，或者说像天界的快乐等等。那接着说出世间的快乐、安乐呢，是指说解脱的快乐。总之呢，这里说能够获得这些安乐，都是因为上师是什么？是僧伽的这个本质。所以上面就分别提到上师如佛，上师是法的本质，还有上师是僧伽的本质哦。所以总之呢，能够帮助弟子能够得到他们所欲求的一切的果报。所以说上师就是三宝的本质。所以呢，弟子能够从上师那里得到各种他所欲求的这些成就。所以由于上述的前面讲的这些理由，接着说一切精勤者，所以是指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为了求得真实的这样的福德而努力的人，都不应该违越这个上师的任何的教诲跟指示。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宗喀巴大师他的这个注解。那宗喀巴大师说，那么弟子呢不应该违背上面所讲到的上师所给予的、所教导的一切符合佛法的这些教诲或者说开示都不应该违背，而且呢，应该要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精进去实践。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殊胜跟共同两种的成就，还有这个人天的果报，还有等等跟这些相关的一切的安乐呢，都是从哪里得到的呢？都是从上师那里所获得的。所以不要违背上师所说的这些教诲。而且呢，上师的这些教言或者他的所说的话语，就是加持能够进入弟子心中最主要的一个门径所以不应该违背上师的教言。所以这个颂文呢，第二个颂文主要出自一部典籍叫《月密典滴》那讲完了这两个颂文呢，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分享一下。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实践上师的教诲？理由是什么？
所以说是确实嘛的，像这当然电脑都是在他们都大，所以各位，如哎，果你所以这们有茶喝的话，现在就可以自己喝哦。我们没有时那那就间连大家一茶了就起这个长了月，年下我们再这个是，念供茶文。那么那个是说是我呢，那每个寺院也不同啊，有你们确实嘛，都顶奉眼茶的时间也不同，茶是吧？所以大家就自己可那以大问题呢，念诵那边搞不之后够，周围就喝被茶可以的。区别呢，所以首先我想那讲一下，就不对是的，我们你那应该要个说是实践上师教诲的理由是什么？偏不买了，全部的茶那我是各位首先本提醒说，身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哦，就是说对于宣说利益之人的供养，当然呀，俺那偏不买就是了的，按照全部的他的教导茶我送去给别人，实践。得了呀，咋办？偏不的，所以这买了段话在说的就把就是哦，全部提给依照上师全的全出来了，教导去全部实践，的钱我送给别人呢，全部呀，就是送给依教他们送，奉行的供各位养或修提醒要行供养。说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某人他对我们是有利益的，你想要这个卡的做先不供养回担心，报他，说是一个那最好的绝对方式是的，什么？这样就是去要依教奉实现。行的供养，或者是好的，送不的这种一些呢，修行的那供养，拉美的就这个意思。个人，对呀，来那啊，打，养血的拉美其他的大把东西，你们是来那我们对说要养血的，是得了呀，回报上师恩德，养血最好的一个吃不消，方式哦，就是没说吃不消，依教奉行的供养，或者我把说也送给他的，叫做修行的供养。全部就把的准备吃不影响，那有我把这三种的就取悦上师的方法，你呢，那他就不这是能也不其买了，中被称为是最殊胜的一个方法。但是在之前课堂中，我们也谈到过，有时候也不一定的。但一般来说呢，取悦上师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实修的修行，依教奉行的供养或者修行的供养。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会觉得也会知道说，上师的教言，大概可以分为两种。那首先第一类呢是这个上师他直接，比如说教导我们，或者说赐予，比如说给予灌顶啊，或者口传啊，或者说为我们上课啊、传法等等，这些就是从上师口中直接说出来的这些内容，就我们会说这就是上师的教言。虽然说是上师口中说出来，但其实这些实际上就是佛法本身。所以这个上师的教言第一类，它指的就是佛法本身。那么上师的教言还有第二类哦，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将上师所说的生活中他所说的一切，都看成是教言，上师的教言。所以大概就这两类哦。第一类哦，就是真的是所谓的佛法的这些开示，就是他真的灌顶啊、口传、教授等等。那再来第二类，就是所有上师只要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任何的话，我们都把它视为是教言，大概有这两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哦，那么如果首先我们觉得是第一类教言，这一类教言的实践是比较相对容易的。那主要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够不够精进，或者能力够不够。但至于说我要不要去实践这件事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犹豫或疑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第一类的这种上师的教言，它本质上就是佛法，就是佛法的修持。所以我们可能比较会有困难的，或者比较犹豫的，是对于上师第二类教言的这个实践。所以基本上来说，这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意思就是我们要听从，还有去实践上师生活中所说的每一句话的一切。这个是比较困难，这个我们会有疑虑的。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会想，我是的，我会遵照上师的指示去做，这应该不难。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呢，当我们真正去实践上师的教研的时候，这首先如果发现，哎，跟自己想的，不太符合，或者说结果也不如预期，或者甚至心中会想，这跟修法没有任何关系啊，或者是呃，而且还有的时候会跟佛法相违背的一些情况。다 라메기 까망고시 나네 텔라테네 소소로 강에 채 용두사네 에네 시네 다所以 기타 저 等等哦，当 루루마르시 自己遇到很多这些实际 데 困难的时候， 강에 뭐 소소로 채 那时候才 용두시네 会真正 다 了解到 우가 줍사데 레라버지 我 마이네 自己 하고 이거봐 是不是真的能够 근데 做 이제 到，或者 강에 说 뭐서 才真正 채베 能够体 시네 会到，우가 줍로 要 샤바지 实践上 시네 师的 에네 教研 시네 啊，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 데데 事 중에 情。가 누구인 가 나세 平常 톱톱하게 我们口上都会 섬섬하고서 说，也都会想 가테 啊， 얼바 是啊，上师怎么说我就怎么 근데 做啊， 아주 这应该不 왕왕 难的。 사네 아주 다 哦，像 왕왕하게 是， 주기한체야 所以这也 다이 是讲佛法 왕왕 上来 주기고 说，像 지난 사고지 大家 얼바 很多人都去，只要有灌顶就 아니라 去。 가르수는 인제 但是其实哦， 얼바 这是要很谨慎的一件事情，因为灌顶最后都会说 누구의 一句 존에 话 누구의 说， 자로시고 会要 인사서 求弟子， 깨지지 얼바 就是대략 아주 你受完 상관없이 灌顶之后，身为弟 사로 子的 양보 你， 따위는 就是上师 거래라버지 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有这样的一段话的。 빼차샤기는 但是就要特别小心的， 대기 제 말대 谨慎的。 밀러래 발래야 举个例子来说，就 네 是 당보 要去实践上师 예 的话 제가 是不容易 줍사네 的。 공 강바 像是密勒日巴的 강바로시 故事，当 지주부로 时他的上师马尔巴哦， 강바 一开始就 대시기와 是 강바로시 제제 让这个密勒日巴修建很多很多这个房子， 당보야 像洗衣僧、怀珠各种 아 形状的房子 사사네 然后他建起来一个，又让它拆掉，然后把这一堆石头从这边 다른 到 신기다 另外一边等等。 생각 구도 신 진짜 제베까블이야 而 애니 且呢，最 셈젠 后 셈젠 대주 他 개발이야 在建这个 막혀버리지 塞嘎古透예 色卡塔的时候， 지즈밀러레베기 기압데 那 개베기야 么 마이킹 因为不准密勒日 마이킹 巴用 애니 这 주사 个 나서 动物来 쇼샤 驮这些石头 얘네 重 더도 物，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背去搬运这些东西，结 저더블 果伤痕 계산하지 累累。 아니 他的背部就像 거기서 动物被 약간 磨破的这个背部一样。 뉴는 굳이 모두 내가 내셔 숨으로 那这时候马尔巴大师 근데 还不让他 지난 停， 미시면 他就说：“那你 하나의 不用 방 这个 그대로의 노종세나라도 这 그거 个 쉬우지 아 당연요 你自己的背去背哦，你可以用这个总之还是让他继续 다그랑 알아주 삼는 把石头就 나는 扛在前面这 그랑 抱在 알아도 前面，还是要他 밀라레베 继续 넘바 的 제 建 요즘 房子。 아주 상물로 所以 밀라레베全被 제게 로갸라만 这 비제 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种痛苦折磨。 지주 밀라레바 现在 아주 我们说 더디나 是我们现在已经距离密勒日巴尊者大概 네 几百 내가 年 요즘 了。 전부 교르심바데 아주 삼에 하고 那我们现在也都知道 사회 了， 밀레가 남다르서 가와제베 呃 남다르서 密勒日巴 늘 인상 他因为马尔巴大 인상 师的恩德， 사람들마다 还有他自 가지가 己的 지금 这种努力坚持， 이나 所以他成为了伟大 뼈대기 的我 마르베 们说成就 다 者。 도자래 我们现 야다 在会 밀을 认为这好 뼈대기 像当 까봐 时那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뼈대기 的， 아니 但是如果我 다 们 내주디 回 차나 到当时， 용아 就是马尔巴大师他在折磨密勒日巴的那个时候， 밀러레바 깨라 추규로 那个时候，密勒日巴还不是大成就者，大家也都不认识他。 他们看到的就只是马尔巴在可以说严厉的对待这样子的一个弟子，而且好像很不合理的给予各种的这种痛苦的折磨。那时候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很震惊，甚至会觉得马尔巴大师你真的是疯了。 그저 간데 전에 세고 있는 some 세 모두 전에 대도 세제 다간다 로자가 룸베나 깨자샤도 当时呢，大家都在很惊讶的就说当时的人的确也都在说，给那个可怜的小僧人就密勒日巴那么多的苦，甚至都这个僧人怎么样都死不了，都说马尔巴大师是不是疯了，给他这么多的苦吃？当然，未来我们现在才知道说，他真的是了不起未来成为一个大成就者。但是当时的人是不知道，那么做最终他会成就的，不知道。
同样呢，更不可思议的、更难以接受的、理解的，就是像蒂洛巴，他对于纳罗巴给予他各种大小的艰难的考验。那譬如说，有些真无法理解，比如说他让纳罗巴从那个从屋顶跳下去，或者各式各样你根本不可思议的各种的艰难苦行。所以呢，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想：是的，上师如果是给予佛法上的教导我们会尽力去修持，这是第一类的这种教义，我们觉得是好像可以做到。但是对于所有就日常生活中所有上师所说的都是教言，然后这些都要实践，我们会觉得这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因此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最好将上师的教言要分清楚是哪一类，不然混在一起的时候，我说一切都要去实践去做到，那是不太容易的。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我们实修传承的这个上师，还有或者说具备善巧方便的这些上师，他们在引导弟子修行的时候，他们并不会直接就教导他佛法，或也就是说不会一下子就跟他传法或者讲佛法，不会的。刚开始他会这些具备善巧的上师，或者说我们实修传承的上师们，他们一开始怎么带弟子呢？他们会一开始就让弟子做一些好像跟佛法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些琐碎的工作、琐碎的事情，就像马尔巴让米勒日巴去盖房子之类的，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让弟子去做一些看起来跟这个佛法相违背的事情。举例来说，这段故事说，冈波巴大师他当时第一次拜见密勒日巴大师的时候呢，密勒日巴尊者他前面就放了一碗还没有喝完的这个酒，就是尊者他自己还没有喝完的这个酒。然后呢，这个尊者呢就把这个酒碗呢就给了冈波巴，然后要他喝下去。但是冈波巴他的身份是比丘，他是噶当派的，他在噶当派里出家的这样一位僧人，是比丘，他有具备这样的身份。所以当时在噶当派是非常重视这个叫做戒律的，特别在这样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噶当派的环境重视戒律的环境下学习跟养成的。所以冈波巴大师当时说，如果说只是尊者面前，那倒还好。但是其实他是当时呢，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弟子的。所以一看到尊者把酒碗给他，然后要他喝下去的时候，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那么多人的面前，他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左看右看的。所以一开始呢，不知道要怎么喝这杯酒，这碗酒，所以他当时有些犹豫的。结果就看当时尊者专智中就说，尊者就对他说：“孩子啊，你不要多想，就喝下去吧。”说完之后呢，冈波巴大师就当下他就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心中想上师的指示，所以他就把剩余的所有的酒呢，全部都一口气就喝完了，都喝下去。由于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时候尊者就知道了，他知道什么？他知道高波巴大师是一个法器，他能够继承我的法脉，他是可以接受这个全部教法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法器。不然，如果在那个时候，冈波巴大师还在想说我是比丘我不能够喝这个，我不能饮酒
然后结果他如果又把这碗酒又还给尊者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成为法脉的继承者，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接受全部教法的合适法器。所以这可能也是尊者对于他的一个测试哦，也是一个缘起的一个观察。所以首先从给比丘喝酒，这个只是一个不符合戒律的事情的。所以，但是在师徒关系里面的时候，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上师他们能够这么做？首先，我们也要了解这些具德的、真正有德行的上师，在他们的这种可以说境界当中，没有所谓的跟佛法分离的生活，也没有跟生活分离的佛法，没有的。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法呢跟人已经是一体的了。还有这样的上师，他们的发心，还有所有的行为呢，都与正法是融为一体了。所以哦，他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所做的一切都不离佛法，他所行之事也都跟佛法相符。但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没有这样的境界的。我们会觉得这是佛法，那是生活。但对他们来说，由于这个佛法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他们的一切所行都不离佛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上师，他即使是放了一个屁那也是佛法的一个体现。这不是我随便说说，这是有一个小故事的，过去的一个公案的，就是当时呢，智德的杜松清巴他当时住在楚布寺了，下面呢往下走呢，有一个村庄叫做纳卡的一个村，在这个村的对面山上有一个闭关山洞，叫做无漏片支这样子的一个闭关山洞。我们有时候在念杜松前嘛，一个颂文里面就会有提到这个无漏片支，这是一个闭关山洞的名称。据说呢，他当时他排泄的这个粪便当中都生出了舍利子，所以呢，那个舍利就称为叫杜松清巴的粪便舍利。所以呢，所以对于这些上师们来说，所以佛法和人生它并不是分开的两个部分，是我们自己会将佛法跟生活分开的，但他们是没有的。就像第八世房噶玛巴在《百段教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只要上师是一位心中除了众生的利益之外，无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不可能不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他所有教导取舍的言语，无一不是佛法，连一句话都不会例外。对此升起这样的信心和定解，则他所说的一切都成为正法。无论他说什么，都不可能被理解为无意义的胡言乱语所以就像是第八世法王这段话这样具德的上师，无论他说什么，都是有意的、有目的地的、有目的的、有结果的。所以就像就第八世法王这里所说的，
由于他的心中想到的只有众生的利益，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不可能不是为了众生的利益，还有他所有的教导，这种善恶取舍的言语，也都是佛法。所以，如果对于这一点我们升起信心，那他一切都是正法，无论他说什么都不可能被理解为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上师，我们不会觉得说啊，他这是在开玩笑，或者说他是说的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胡言乱语，我们不会这么想的。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位心中除了是众生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的这样的上师，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具德的上师，无论他说什么，都是有意义，都是有目的的，而且都会有利益、有结果的。总之哦，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现在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境界不够，我们我们的修行的水准不够，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一点。所以，因为我们的修行就只到这么一点，只有这么一点程度，我们其实不应该对于上师的教言做出说这是佛法，这是世间法的区分，而是应该要尽可能的，就是去遵循上师的教导去实践。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故意去分这是上师他佛法的开始这只是他世间的一些闲谈。我觉得这样的去区分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而且，事实上，一个具德的上师，他一切所说的就是佛法。不然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上师什么时候他说的是佛法，是要遵循的，是当他坐在法座上很庄严的说出来的话，才是佛法。比如说他是或者他在那个场合几点到几点，他在佛法上说的才是佛法，然后那个之后的都不是佛法，下了法座之后的，或者说他几点到几点之后所说的都不是佛法，只是生活的闲谈。这样的区分是不正确的。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去区分这是佛法，他说的那是世间法，有这样的区分，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当然这前提都是上师他是一个唯一只有利他的是具德的这样的上师的话，那么他所说的一切，我们要想说都是教言，都要尽量的去实践。而且呢，我们看到过去的祖师们也说过，对于上师的教言具有的这种信心，和对因果所具有的信心是一样的。所以就说你对上师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是对因果有信心。但有时候如果我们会想，哎，这只是对上师的教言有信心，这也是对上师本身有信心吗？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位善知识上师他所教导的，就是因果取舍这样的内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教导了。当然，这前提都是这个上师他是一个具德的上师所以这个上师他自己本身就是符合因果取舍的修持，所以会说对于殊胜上师的教言具有信心，和对于因果具有信心，这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还有另外，上师所教导的取舍能带来一切安乐，
拉嘛拉么就早晚送啊，这到连这拉么早晚送不定，两个就不还有一样。因果也这里是一切有啥呢？修法的根本，所以这天外两者在星人讲的也啊，这个是同一个要点。等于个早晚的连这了一切吧，那么了一切吧，切嘛去啥的呀？连这了一切嘛去天上这会用的要的。所以亲近善知识的这方法，里就是呢，它根本上是接着没取切的话，决于给早晚因果的新年信心。点了咋？早晚天不所以呢，讲话啥？大点这个早晚你不得了，估计先不要了，这些的，我嘛没所以说的用的多。中国所以这里上师曾说，道路的那当然，根本，天这个过去个祖师说，年卡道路的过去，根本，天了修行根本天线呢，是亲近善年卡去不知识，休息也不还有天线呢，我给拉这个嘛拉嘛，根本是培养那信心，给拉嘛，这两天线者都有哪路不谈到我也根本啊，给拉嘛，它是那记有很深的一个关联慢慢性。也是，陆羽的想法的，家长别所以给总之啊不接送那送的，你会看到过当然去的接光不祖师们，接光像也是吧。印度的那洛巴，还当然是有给西藏的藏地的马尔早晚巴家那个老嘛师徒，6个月你了说吧，这他当们的弟子，还有噶拉面接当派的送三兄弟来等等这搞起样的他们不住的的弟子，一下的，还有冈波巴师徒哦，的他们带出来的弟子，还有藏巴大点嘎热的等等这大点些弟子，拉面搞住过他们都有一个接不的，共通点，就是都是恪守但是呢，你把它上师的住不住教言呢，更这样的害了是，一个实践者。拉面搞水性都没住呢，更害了是。那再来，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没有办法执行上嗯，师教诲会有怎么样的过失？等于大等于讲的书不能写，拉面搞啥的呀？啊，那拉嘛餐厅就搞不起，所以，拉嘛餐首先厅就这里谈到搞的都是不能具德上师的给给教言哦。给住，给大看到着当天天慢点哇。所以，如果说上师他别去这样的把这上师教导了把大上面止看别去恶了，那么行善那查后面各种这些修看别行去拉佛法的嘛给要点，查一个，这样有的是。这里头大天了慢点不切切，提嘎当给不切不但如呀？果这时候俺那弟子不送听从，拉面送了某个不，给这给不给啥不仅呢？会地不也不切，因为不尊重上师地不也不的教诲送了嘛，这边给他造罪，没写多样，就拉面给嘎，拉面嘎的而给我且呢，切的了呀，过你多着当了你多这个的。在特殊情拉面嘎的况下这那成那个所以拉面这大概嘎的给我是切三对于上师他教言的送的一个教诲三百年别过的什的么呗，不执行中哦，年别过的就大概有拉面嘎的两种哦，给我切几档，一种是呀故意的，拉面嘎的给我切的然后故意不去嘛这年别遵从；不一年，呀第二这个拉面种是嘎的没有不也好的少了噻，故意的动机，叔叔而三个嘛是就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拉面或者说嘎住在不知不住的别情的去，散乱的是你情况之下用的嘛，而造作的，堂大概有哥天天两种哦。不全部没想好的，首先，好吧？第一个，如果带着你嘛，恶意、刻别意不说随便，遵从哦，古止恶龙的话，行善等等，三百年不那这当没别的，然是拉面很大的嘎起都没头不顶这这个出的高头来，俺造罪的。顶这个样，顶这个往就导致这个，顶这但出第二种送的好，是是吧？指说，你没顶有这出送刻意完就是啥呢？带着不好的动机天了而不点呢，去老么执行，这个，但那就是，菜呢，所以这种是一拉面种特殊也不一呢，着，情况。再不吃来呢，着，再说了呀，怕那这，就是穷点吧，着不？那这时候就这样会可能有些会扰乱人有的。因缘，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这位弟子他这的生命、里就是啥呢？大修天拉行、面嘎住事业，个啥的，还有利他事业方有钱的面会出点嘛不是现障碍。钱的呀，他是就跟着所以呢，干的吧的呀，必须并且遵你给拉从面嘎了之上后的没师的教诲是这里没有很多本事的，种理由的，成本这些它下去并的知道吧？不是，这么往有钱呢，并不是像我们说像法律往有规钱不章那足钱下不着，样子等这就被强制要求的一件事情，不是的。你那只要要嘛这里就是啥呢？当然了，就拉面嘎的基本是啥的了，样可能最主要是看出来，跟因为呢，这了就没这个啥样长的，可能的样子，呃，这看出来。这个遵循上师的教言啊，它是有原因的。knowledge 什么的呗，可能细节原点，那不是忙不起来啊，也得不得多啊。是从上师的教言中，你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它是有很多的因缘在里面的。是吧？好，这里举几个例子哦，可能大家会更清楚。几个公案，这个首先谈到是蔡巴嘎举的一个创始人。那我们说四大八小的噶举派里面，就是四大里面其中一个派别叫蔡巴噶举。那蔡巴噶举的创始人叫做祥蔡巴，他当时本来打算将寺院呢，传付给他的这个弟子，叫做南姆卡维。嗯，那么有一次呢，像擦巴大师就在给予南卡尔的这个弟子洗金刚的灌顶，同时对他说：“我将这座寺院就交付给你。”
你要好好原来俺的南瓜维持它。为卡的许多山，但俺那时候别南卡尔呢就回答说，弟子就回答说，马萨不是嘛哦，的，我这个福德俺别是不说足够的，明最远的居民的山呢，拉面跟南塔的能西看那没有能西办法看看能承西，担上师这的这这个家伙佛心事业的。但后来俺让称的呢，主那要人接着说，民去那么我了嘛，想呢，是在今生精进的修行，这几个上面然看的是，后等干嘛干发嘛的修，愿，起码得了呀，来世呢，人不去能看的，够像您一样，身体给推前通给利去，益无量的众生。这个忙了到不行，然后他称的了呀，哎，你现所以在起码，就做这个意思主要主要人民是说，了呀。我要今生，他这个弟子他就回答说，他要好好的修行哦，闭关修行。那这是这样的想法。当时上师上扎巴听完之后，就跟那夸维说，菩萨除了为众生服务之外，他不会升起只求自己得安乐的这样的念头的。小乘声闻的这种极致的禅修呢，就算修一辈子，也是不可能成佛的。所以你应该要为众生服务，就是你应该要利益众生。说完之后，就教给他很多的口诀传法，他并没有责骂他，但是总之最后纳卡尔就这个弟子，他没有维持这个寺院，可以说他违背了这个上师的教诲，结果，据说他的生命就出现了障碍，就他没有活，就是他寿命并不是很长，而且呢，也因此他没有大量的利益很多的弟子，佛心事业也并不是很广大。不过，这个上萨巴大师还是预言说，这个弟子南卡尔未来呢会转世啊、为叫做虚空游戏的，像就是他会成佛的，会成就名为虚空游戏的一个佛。所以这是记载在猜报嘎举的这个教法这个叫法源当中的。总之，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说，如果当时那么卡尔呢，他遵循了上师的教诲，他接管寺院，不仅说对他自己是有益的，对塞巴嘎举派的寺院和传承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是可能过于谦虚了，再另外一方面是他很想要专注个人的修行啊，所以结果是什么呢？他违背了这个上师可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示跟教诲。结果是什么？就是对于自己和他人，结果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损失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塞巴嘎举呢，也没有很广大的传承下来。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都是他的果实哦。但是同样，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实修传承，就是噶玛噶举的历史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举例来说，第一世夏玛巴叫多登扎巴森给，他是这个第三世噶玛巴壤中多杰的主要弟子。据说壤中多杰就曾经说过，他说比我更优秀的是 Samrin，与我同等的是扎森，就是扎巴森给。也就是说，修行跟我程度一样的是扎巴森给，有这样赞叹他的。我们在这个贤者喜宴这部佛教史当中有看到这个记载，记载说当时壤中多杰本来是打算将这个教法传承给这个扎巴森给，当时呢有一个叫做德清寺这是壤中多杰在主布寺的后面的一个闭关的地方，出了很多大成就者。
总之呢，안에 也没有 다는 委任他成为 신기에 那个德清寺，就是那个闭关的地方的住持，并没有。 대바대고 공부를 所以 디 总之后 신기 来呢， 잡았으면 차디 어디네 공 대신 여러 개 대사를 거버 만들지 다드네 공까지 같이 가르나요 그래서 교랑 깜본 내날이야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是说让冲多杰也命令他，就是扎巴森给到冈波内囊去修行，也就是杜松 깜본 내날은 로그레 스카나요 前 그래서 把 아니 首先修行的一个地方。 동대 잡았으니 마但总 패를 之呢， 아니 在前往的这个路上呢， 아니 콩라 제지요 그래서 제 심지지 扎巴森给呢，他是有一个白色的骡子吧，他很喜欢这个骡子， 所以总之呢，他在总之要走到了一个叫一个村叫拉队的村， 结果呢，这个骡子就没有按照这个路走，就是他爬到山上，谁都就是拉不住，所以扎巴森给就没有阻止他的那个骡子往山上跑。总之呢，就到了山顶，有一个草原然后在旁边就停下来休息了。所以扎巴森给呢，就只好在那边就停下来，然后休息喝茶。但后来，因为他对这个地方也很喜欢最后呢，就在那边就建立了他的道场，所以就将那个地方命名为奈郎，这也就是包人却后来的住席地。但其实作为一个吉祥的连结叫乃朗，就是因为本来他是要前往让春多吉要他到真的冈波乃朗去修行的，但因为那个骡子往那跑，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建了一个乃朗的这样一个寺院。所以总之他后来没有办法前往康区的那个冈波乃朗。由于呢他选择是居住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山上的这个乃朗寺这里，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下一世的冈玛巴，就是第四世冈玛巴会面，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为第四世冈玛巴热贝多杰的上师。因为本来第三世冈玛巴的想法就是希望说沙玛巴多典扎巴森给能够成为第四世热贝多杰的上师，但他没有办法成为。最主要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让中多杰的教导。总之呢，据说扎巴森给本人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就是因为他违背了上师的教诲，所以他自己的弟子们也不听从他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是关于这个崩扎巴，他是冈玛巴西最主要的根本上师，叫崩扎巴。那崩扎巴的上师是谁呢？是卓坤忍谦。卓坤忍谦呢，曾经跟他说：“你不要去马尔康这个地方修行。”但是后来呢，当卓坤忍谦圆寂之后呢，这个弟子崩扎巴呢，他还是到了这个马康这个地方。他后来就是因为违背上师的这个教言，所以后来他就圆寂了。所以这是米居多杰在百段教言中有这么记载。这一段记载是说，崩扎巴当时他在上师身边，就是卓坤忍谦身边在修行，但是他想生出一个念头，他说我想要去马尔康修行，然后他就请示了卓坤忍谦，但卓坤忍谦就跟他说你不要有这个想法，你被魔所引导了，会有障碍，所以不要去。但总之后来他还是去了马尔康，
结果他身体就 공감대에서 말해 开始 보게 生病了， 되면 总之开始生病。 기업들이 뽐잡에 칠이야 当时呢，崩扎巴 그 身 가마바 边 슈가 그래서 就 가마 是大 빨래야 成就者冈 아니 马巴西 다리 在身边 봄자가 照顾他。 말씀을 다리가 싫어 这时候崩扎 가르사는 巴就 종교의 说，他对冈马巴 신가자가 说：“这 그래서 次哦， 이게 我是应该要走了，要 성질의 死了， 아다 这都是因为违背了尊 공과 者， 동화라가 就是他 되려야 的上师周坤忍谦的 까마 教诲。” 뻑뻑실이야 아니 세심 가르치 않아 그러서나 当时的还对 켜란디 冈马巴 예 说了他 되다 的遗言， 라바는 就是说， 진시에는 如果你能够按照我所说的去做， 예수의 주의나 아니 라마 지주 라마 탐지 예바 연구래 就能够 켜란 取 좀 悦 마서 一 켜란 切的 뭐 上师尊者。 탐지가 아니 켜란 템버자 不仅你自己， 소규모 你所有的弟子， 신이도 只要想到你， 就 저 能够立刻获得 라마다 문제와 殊胜和共同的一切 예 成就。 시제나 所以任何时候 이 都要跟上师长相伴随，不要分离。 다다 망합을야 폐야 다다 뽐라바 망합을 폐야 돼 그래서나 종교의 신 망합을라 만족 숨버 점래 마도베 망합디 최단계 룽바다베 두 룽바 두자 싶지 미기지 말아봐 所以当时呢，从某个角度来看啊，周公忍谦只是跟他说不要去马康，并不是说马康是一个违背佛法的地方，并不是。而且呢，崩扎巴去那里，据说是因为听说他的上师周公忍谦在那里有一些事迹在那里流传，所以其实崩扎巴要去的动机是好的，但无论如何，因缘还是这样子就发生了，就是因为上师要他不要去，结果他还是去了。好，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之后呢，我想讲下一堂课，我想讲一下这个惹琼巴的一些公案。他也不就只有一次不听从密勒日巴，他实在太多次都不听从密勒日巴的教诲，这可能之后在下一堂课再讲了。今天讲到这里。